大家好，今日嘅財經策局 podcast 咧，想同大家講係一個數據查核喎，講緊係移民嘅數字。大家都知啦，即係香港移民就冇官方統計啦，政府嘅講法亦都唔承認有移民啦，只不過係大家去移居啫。但係移咗居之後唔翻去就大家心中有數。由於冇一個官方嘅數字咧，所以其實大家喺做移民統計嘅時候咧，都會有唔同嘅觀察啦、考究啦、引用唔同嘅數據啦。我自己有一套方法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下，睇下大家覺得即係咁樣嘅分析準唔準確？呢個統計嘅方法咧，其實就係計咗兩組嘅數字，一組咧其實就係嚟自MPF 永久離港提取 MPF 嘅人數，另一個數字咧就係英國內政部講嘅所謂申請 BNO Visa 離境嘅人數。我會將兩組數字加埋咧，先講結論先。我自己覺得兩組數字加埋嗰個統計咧，應該係呢幾年2020年開始到而家咧，大概4年時間咧，係走咗大概45萬到50萬人。呢個數字可能比大家喺坊間見到嘅一啲統計咧係高一啲嘅。我見其實之前有唔少嘅講法都係講緊30-40萬走咗，已經係比較高嘅一個數估計。但係我自己由呢兩套嘅方法去統計出嚟咧，就發現其實走嘅人可能高達50萬。點樣去考究咧？先講咗MPF 先。大家啱啱呢個禮拜咧都見到最新嘅數字啦，就係強積金管理局公布一個季報啦，就係講緊第三季以永久離港嘅理由咧提取強積金嘅申索數目咧係7600宗，按季係多咗超過4%嘅。按年雖然有所回落，但係咧大家留意舊年嘅第三季咧其實係一個高峰嚟嘅。當時講緊按季走嘅人咧，其實係有成8700宗，係創咗近年新高。如果唔計第三季或者計埋第三季都好啦，計埋舊年第三季都好啦，今年第三季個離境人數7600人咧，其實都係過去8個季度以嚟咧第二高嘅水平。而佢哋帶走咗係18億到嘅資金啦，大概按季係多咗6%。單睇一個季度嘅數字就未必反映到啲乜。我哋累計咧由20年開始咧，其實睇翻即係所謂移民潮嘅開端嘅時候咧，其實以永久嚟講做理由申請攞 MPF 嘅人數咧，總共係有147000人嚇。就單計2024都有21400人。呢15萬人入邊咧提取咗352億。如果你計翻咧，每個人咧其實係大概帶走咗24萬。24萬，如果你計翻，其實呢個數字好易計，因為大家知嘅強積金供款有個上限嘅，只要你月薪係3萬以上咧，其實你講緊你個上限供款咧，都係講緊1500蚊一個月，加埋僱主又1500蚊啦。其實你講緊14萬7千人入邊，講緊24萬咧，其實可能講緊都係做咗6-7年嘅一個平均嘅工作年齡嘅水平。當然當中會有長有短啦，呢個其實係一個即係平均法啦。其實呢147000人入邊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就可能當中會有係一個家庭兩夫婦一齊因為移民一齊走，所以就會 count 咗147000人入邊嘅兩個。但係亦都有啲情況咧係，譬如家中入邊得一個係主力工作嘅，而其他都係譬如係做太太嘅係家庭主婦，加埋有小朋友。呢度呢一個人嘅所謂家庭嘅成員咧，就可能有3到4個人。所以咧，我覺得呢147000人咧就唔係單計147000人。我覺得用一個比較保險啲可能低估咗，但係用一個比較保險啲嘅成數咧，可能係將呢147000人乘2。因為當中頭先講啦，就有可能係兩夫婦都一齊攞嘅，但係亦都有部分咧，可能係爸爸帶住一家4口去外地移居咁。所以用乘2呢個參數咧，我覺得係比較合理。你講緊147000人，其實呢度講緊就係近30萬人嘅。
咁呢一組數字點解我會加埋 BNO 攞 Visa 嗰個數字咧？因為大家知其實用英國嘅 BNO Visa 去做移民為理由咧，向強積金管理局申請攞翻 MPF 咧係唔得嘅，係唔獲得批准，因為政府唔承認 BNO Visa 係一個移居嘅一個有合法嘅護照，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 BNO Visa 同埋 MPF 永久離港做理由提取嘅宗數兩者係排他性，即係你只可以兩者揀一樣。咁變咗咧，其實就係我自己嘅估計咧，就係將兩組數字加埋咧，就會係大概一個香港移民人口嘅呢4年入邊咧出現嘅數字。咁BNO Visa 亦都其實啱啱喺過去2個禮拜咧都出咗最新嘅數，講緊係今年嘅首3季咧係批出咗24,600宗，咁而累計咧係已經批出咗216000宗。咁頭先講啦，大概係有30萬嘅家庭人口係用 MPF 提走咗佢嘅MPF 啦，咁而加埋呢216000個 BNO Visa 嘅申請，嗱 BNO Visa 就唔需要分家庭成員定係主力啦，因為無論係老人家、小朋友都需要有呢個 BNO Visa 嘅，咁所以就係一個即係完整嘅統計，咁就將呢216000啦加埋頭先講嘅30萬咧，其實得出嚟嘅數字咧已經係超過50萬人喺呢4年入邊咧係移居咗，包括 BNO Visa 去英國。以MPF 永久嚟講，可能就會去加拿大啦、去美國啦、去台灣啦，甚至有啲去日本啦咁。咁所以兩組數字加埋咧，得出個結論咧，就係大概呢4年咧係有50萬人嚟講。咁當然頭先講 BNO Visa 咧係216000個係獲得批准啫。咁但係根據內政部嘅數字咧，其實係只係有大概158000人咧，係至今已經抵達英國，咁所以可能咧，如果係咁計，可能係158000加埋頭先嗰30萬，咁你講緊都係有45萬人，所以我就話即係其實呢幾年比較準確嗰個數字講移民人數咧，可能係講緊40萬到50萬人之間。咁呢個似乎係而家我覺得咧喺坊間咧比較可信嘅一個即係統計方法，去計算出咧到底有幾多人咧喺呢幾年咧係離開咗香港。咁當然呢個統計方法有缺點嘅。第一個最明顯嘅缺點就係回流嘅人數咧係冇辦法去統計，因為無論係英國內政部以至係強積金管理局都冇辦法再重新統計咗有幾多人係移居咗之後移民咗之後再重新翻去香港生活，呢個係即係冇一個任何統計數字，呢個係其中一個漏洞。咁另一個漏洞咧就係以 MPF 永久嚟講嘅人咧，其實可能唔係去海外嘅。可能係有部分係翻大陸生活嘅，咁但係呢部分人咧，其實好大部分我覺得會係退休人士比較多啲，而退休人士喺 MPF 嗰個統計入邊咧，其實係有另一個統計類別嘅，就唔係用永久嚟講咧去做統計，咁所以呢度咧就未必有太大嘅重複或者係重疊。咁所以就係喺呢兩組數字入邊咧，如果大家即係覺得係有可以去做研究或者去做理解咧，就必須要理解頭先我講咧喺呢個統計方法入邊咧係有一定嘅漏洞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漏洞就未必好影響成個大局。其實呢2年咧，你見喺移民個人數入邊咧，都係有加快咗嘅跡象，包括 BNO Visa。咁相反，反而 MPF 嗰個提永久嚟講提取人數咧，就我自己覺得都仲係有啲意外嘅。講緊係第3季都仲有7600宗，其實個人數都唔少。正如頭先講，其實係過去8個季度入邊咧第2高嘅水平。咁其實顯示嗰個移民潮咧就並冇減少到，特別係中文亞太研究所最近都有個民意調查啦，講緊有34%嘅人係仍然有計劃移民啦，咁而真正係已經開始部署嘅喺呢30幾入邊咧，都有2成半嘅人係已經有實質部署啦。咁似乎成個移民潮咧並冇因為即係呢幾年大家喺香港慣咗或者係
其他理由而唔離開，似乎仍然都係一個趨勢。我自己身邊都有朋友係繼續即係喺呢幾年係移居海外啦。咁最後呢度想提一句，講緊係 MPF 嗰個策略，因為其實頭先都講啦，MPF 其實出咗個統計回報咧，其實係講緊過去24年以嚟咧，嗰個MPF 嗰個累計強積金嗰個回報率咧，講緊係按年淨化咗，譬如係股票基金同埋混合資產基金，分別係有4.5同4.2%。其實呢個唔係太差嘅，坦白講，先係跑贏通脹啦。甚至乎比起一啲股票嘅投資咧，都唔見得太失色。咁呢個似乎反映其實都係仍然喺 MPF 嗰個供款入邊咧，係仍然都係唔算太保守啦。咁但係反而令人震驚，即係令人意外咧，係所謂懶型基金個回報。佢講緊懶型基金個回報，其實已經係超過6%。咁呢個咧，甚至乎係跑贏晒所有基金裏邊。咁呢個其實都幾反映就係咩都唔做，純粹因為懶型基金嗰個基金管理費係特別低。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反而你就係令自己嗰個 MPF 咧係有最穩陣、最高嘅回報。呢個都變相反映咧，其實成個 MPF 制度咧，其實好大部分嘅收益咧，都係俾一啲銀行啦、保險機構啦、託管機構啦係蠶食咗。呢個係成個 MPF 香港 MPF 制度入邊咧，好大嘅一個問題。咁所以先至因為咁樣而令到懶型基金嘅回報咧係會比較高一啲。至於MPF 嗰個策略點樣部署，呢個可能我留翻咧下一次有機會咧再同大家分享啦。如果大家中意今日嘅片段，希望大家可以點讚啦、分享啦、留言啦，咁就我哋下次再會啦。